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韩之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事相机，由小弟恒春仔为恁主持服务。大天到啊，即种天气呢，互人感觉真惬意，流汗亲像迄个雨压着共款，澹漉漉。伫遮建议呢，逐个水分吼，着爱补充好够哦。伫3、4当前的面册啦，就是非死不可啦。捌写过一篇文章啦，就是要安怎解决骹烧味的问题。想讲即几冬有真侪新熟悉的朋友毋捌看过，干脆吼将伊做成一集生活小常识，甲大家分享。面册呢有一个姓陈的朋友，伊讲哦，伊骹烧味的问题真严重啦，试过真侪方法，但是拢无法度改善。进前工商服务我有做一个初产外科的广告，毋过呢，这拢是咧唬咱黑白讲的啦。若甲这位朋友有同款的镜头，嘛请恁着爱注意听哦。首先呢，先去准备八角5粒。小茴5钱，陈皮1钱，花椒2钱，甘草2片，丁香1钱，桂皮1钱，山奈1钱，草果拍好脆1钱，豆蔻2钱，高赞塔1钱，肉桂叶1钱，甘姜4分，龙姜1钱。过来呢，兄一鼎水。等水滚了后呢，将骹放落去洒洒咧，安尼会使去除血水啦。咱搁再用另外一口鼎，将我顶悬所讲的香料掺水、豆油、一寡冰糖、葱仔、甲骹做伙放落去，用小火慢慢仔炖2点钟，安尼咱的骹就会香光光咯。以上就是恒春仔黑白讲的生活小常识。咱今仔的节目也将近尾声咯，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咱后一摆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